from outer space. I got Milky Way for blood, evolution in my veins.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達利臻林企業家特約專訪，我係主持人 Suna。咁今日咧，我哋都非常之榮幸啦，邀請到香港 Jim Clare 有限公司創始人及主席 Miss Angela Lee。李小姐，歡迎你嚟到臻林嘅。Suna 你好。咁下面嘅話，我都想請Miss Lee 你呢邊簡單咁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哋公司嘅基本嘅情況。好啊 ，Jim Clare 咧係香港第一間中西醫學結合嘅美容品牌。我哋專注研發天然、新鮮、高效、不含任何有害成分，最適合中國人膚質嘅優質天然有機護膚品牌。我哋堅持本土研發、本土製造。我哋從原材料嘅篩選、優化到生產嘅流程啦，都係本地完成，就係為咗嚴格咁把控天然，保證產品嘅安全無負擔。咁你哋嘅品牌咧，其實喺護膚同埋美容嘅領域都已經深耕咗好多年啦。你哋一直係秉承住真愛無負擔咁樣嘅準則，並且咧係作為香港第一個以中西結合嘅方式去保證呢個產品安全性嘅一個品牌啦。咁其實達利嘅話，佢嘅藝術同樣係以超現實同埋呢個極致追求係著稱嘅。咁我認為其實你哋品牌嘅話，同樣咧係喺度做緊呢種極致嘅探索。咁你又係點樣去睇待呢件事嘅咧？達利嘅極致咧就係打破現實嘅邊界，而我哋嘅極致就係打破技術嘅邊界。你知唔知我哋嘅水咧，甚至係24小時聽住古典音樂㗎？嗱，譬如我哋講緊技術嘅時候咧，就係包括我哋而家擁有嘅水谷精微嘅技術啦，呢一個係醫療級嘅深層滲透技術，仲有高端嘅保濕控油技術等等咧，呢啲都係經過好多次嘅實驗嘗試，將中西醫學係深度咁樣結合嘅結果嚟㗎。咁呢一個同達利嘅用古典技法去畫出荒誕夢境，呢個係好似嘅。喺技術咧就係要嚴謹，而喺理念咧就要突破。你講得實在係太好啦！咁據我所知咧，你哋嘅品牌除咗係做呢個護膚同埋美容之外咧，一直都係堅持有做科研嘅，包括跨界咁同香港嘅浸會大學成立呢個實驗室啦。另外都聯合咗一啲國際嘅專家團隊咁樣嘅。咁翻去達利嘅藝術，其實佢都係做緊跨界。其實呢種跨界對於你嚟講嘅話，係意味住啲乜嘢？喺達利嘅身上，你會唔會揾到一啲咩共鳴咧？達利講嘅係藝術無界。我哋理解嘅咧就係技術無界。我哋嘅科研團隊咧係包括白宮科學顧問啦、加拿大嘅大學同埋北美最大嘅藥廠嘅研發專家，仲有浸會大學嘅中醫藥教授。每一個人嘅研發方法咧未必係重合㗎，但係就好似達利融合繪畫、雕塑、裝置藝術，我哋咧就係融合中醫、西醫、生物科技，最終嘅目的咧就係要呈現出更好、更安全嘅護膚品。而達利嘅跨界咧就係為咗藝術能夠更立體，而我哋嘅跨界咧就為咗讓產品更加完整。咁你啱先都有提到啦，你哋做好多科研嘅目的都係為咗令到產品更加完整啦。其實可以支撐你哋做得到嘅呢個關鍵喺邊度咧？達利嘅畫作咧係時時用扭曲嘅畫面撕開咗表面嘅真實，而去追尋本質嘅真實。佢拒絕用虛假嘅完美去討好觀眾。對我哋而言咧，我哋最重要嘅理念就係對真實嘅堅持。我哋係拒絕用化學添加劑，因為咁係會損害皮膚嘅。我哋拒絕用短期嘅效果，因為咁樣係可以犧牲長期嘅安全。虛假嘅高效咧，只會短暫咁樣討好市場，但係咧係冇辦法為我哋嘅顧客帶嚟實際嘅好處嘅。而我哋咧就係用無添加嚟回歸本質。皮膚需要嘅咧唔係複雜嘅化學修飾，而係安全有效嘅天然滋養。呢個先至係促使 Jim Clare 嘅產品完整嘅最重要嘅關鍵。
咁你前面所提到嘅呢個理念咧，其實同樣都係我哋津林一直所堅持嘅一個理念嚟嘅。我哋都希望係以呢種天然同埋自然嘅一個方式啦，可以做到對於我哋客人嘅一個身心嘅一個療癒嘅。咁可以希望啦，喺後面嘅一個範圍，無論係喺藝術啦，定係喺商業嘅範圍之內啦，都可以好快咁同你哋品牌有一個合作嘅機會嘅。好多謝你，我希望津林咧以後能夠經常舉辦呢啲咁高質、高品質嘅文化藝術展示同埋交流嘅活動。我期待同你哋更多嘅合作。咁我都希望可以好快咁再次邀請你嚟到津林啦。